伫鱼温内底，这规群的白色鸟啊，无讲观众朋友可能唔知影，这群鸟内底不止白灵犀，还有包含各种保育鸟类、乌面腊杯，而且出现的所在，唔是一般人印象中的七股沿海一带，而是伫安南区北线尾高峭园保护区的鱼温，率先发现这群贵客人，就是罗里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蔡登进，伫为安南区渡溪中背上山的途中所发现。伊表示，因为每天早上都会到宜兰的果菜市场去买独居老人的菜，每次回程的时候呢，都会看到黑面琵鹭在我们北上尾2路高峭园 A1 保护区对面的鱼呢那边在觅食，从1只、4只到最近都30只、50只，到今天早上发现了80只。也因为乌面腊杯出现的时间较早，大约是伫早时5点外到7点10分这段时间。理事长蔡登进也提醒想要观赏乌面腊杯的朋友，爱提早时间来现场。今天早上他5点50分的时候，看到黑面琵鹭已经在觅食了，可是呢，当时的天候很黑，没办法去长距离拍摄，所以呢，我一直等到6点15分。太阳出来了之后，我再开始拍摄跟录影。那今天的鸟况非常的好，大概有80到100只左右的黑面琵鹭整群在那边觅食，其中也有环嘴鸻，还有苍鹭、大白鹭、小白鹭、中白鹭，通通都有。另外，蔡登进也呼吁看鸟翕相的民众，爱会记得穿着暗色的衫，动作甲声音嘛莫伤大，莫互乌面腊杯拍青惊。若是飞去别个所在，就真困难像安尼近距离看到这群贵客。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。